而且奇怪，观看时数、观看次数怎么会经过几个小时，然后又变少了？比如说早上9点看了，然后晚上快10点哦，要22减掉9的话，还有13呢，13个小时。怎么那个观看时数没有增加，反而少了呢？少了11个小时。然后那个短片观看次数怎么会次数会反而变少呢？那怎么奇怪啊？工作室看哦，有没有看到3880啊？然后底下公开短片观看次数7.2万次，那早上记录的是7.3万次啊，还有3891小时，这就是奇怪了，计算不是很正常，这么久了，那老。